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晚安。今仔日是倒数的台语车帮新节目开张的第一集，叫做车帮放送局。我是小嘉，还佫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阿明。主持人的工作是我甲阿明会互相轮流来主持。目前节目的内容是以读册会为主，咱要读的是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这本册，欢迎大家来参与做伙读册。若想要读的朋友，请家己准备册。咱车帮放送局每2个礼拜的拜二暗时9点半，会伫 Twitter Space 开始，现场拢有录音。若无方便的朋友，就请你斟酌看卖咧。咱 Space 的录音会做 Podcast， 现处是计划伫 Apple、Google、KKBox、SoundOn， 还有 Spotify 以上的平台放送。有趣味的朋友，才甲阮支持甲注文，多力。另外，咱节目的资讯会放伫倒数的台语车帮的 Twitter、Facebook 甲 Instagram 顶悬，请大家随时注意者。以上报告，感谢大家。咱读册会开始进前，有一项代志要甲大家讲。因为今仔日伫头一集的读册会，拄好是2月28和平纪念日。而且我想要请线顶的朋友，做伙默哀1分钟，来悼念1947年228事件的受难者。安尼，咱即马默哀开始。好，感谢大家。咱就开始咱读册的内容。咱今仔日读2篇，头一篇是陈雷先生的《传承台语文学宝贵的通路》，这篇是用白话字写的，伊伫特刊的第178页，伊无线顶。第2篇是28，咱为什么要纪念？作者是陈良伟先生。会使伫咧特刊的第419页找着，还佫有线顶第64期第15页。敢有啥要先读？第1篇陈雷先生的鸟豆，你敢有想要先试看卖？好，这篇有4趴吼。头前2趴互你，好无？好，好，感谢，请。感觉念标题？会使啊。好，传承台语文学宝贵的通路，陈雷先生写。台语文学除了口传文学以外，书写文学需要经过种种的通路来到读者的手头，才会活命。生根发展。1985年，台湾府城教会公报创刊，替台湾文学拍开一条通路，互台语文学渐渐生根发育。台语第一篇散文
第一篇小说，甚至第一首新诗，拢是伫遮出现。即条活路延续84冬，一直到1969年，互外来政权中国国民党切断。为迄时起，全面禁止台语、台文。台湾府城教会公报全部改用中文，禁止台文。自安尼，台语文学人一个目全部无看见，无看见，连民间的口传文学，亲像台语流行歌、歌戏，嘛压制甲要死，剩一喙气。感谢鸟豆，读得真好，嘿，功夫搁伫诶，赞。足久无读册，我讲足紧张诶呢。可能是伤久无读白话字吼，敢是汉字加减拢平常时拢会看着啊。对啊，白话字较罕诶在读吼。毋是呢，可能我足久无用手机啊读，会感觉足紧张。袂啦，读了真好啊。感恩。嘿。来请掠包。好，请掠包。我是听着第二拍诶第二段啦。伊是写正管啦，还是你是读正款？毋过即两个音应该是拢会使啦吼。毋过伊写管我无，我那对。嘿，伊写管应该读过。嘿，你是讲第五段？应该是后壁迄部分吼，台语文学念一个吧。是。对，嘿。后一段无看见，其实伊是无看见，迄个上尾迄字啊，我感觉我毋知是陈雷生的腔口，还是讲写毋对啊？因为迄个字无看见，应该是见啊。一般咱是拢会读见嘛，伊遮是写见，所以即部分可能爱问伊本人是毋是伊是安尼讲诶。对无？吼。因为即支我有画开。嘿啊，都毋知影是毋是腔口，还是讲写毋对字。好，无要紧，安尼即摆我都看到这三字尔。阿明，你遐敢有听着啥物意思？我拄仔听诶，甲你听诶共款，嘿。好，安尼就。领导足赞诶。赞。嘿，这我要讲一个，嘿。好。对，赞。好，感谢领导替咱读头前2拍，有即摆剩2拍，第3拍、第4拍。有一位朋友举麦搁举手来，请，想要来读后壁迄2拍吼。大家晚安，我是陈路。陈路吼，嘿，你好。好，安尼我来读哦。好，请。一直到1987年，戒严令解除，台语文学才懒懒散散为涂骹底软出来。1991年，台文通信就是伫即款背景，这可能写毋对。伫即款背景下底创刊，伫台湾府城教会公布，当台文下路。歹势，我过一摆吼，伫台湾府城教会公布，当台文下路了后22冬，搁再替台语文学拍一条宝贵的通路。到今，台文通信会使讲是时间上久长、分量上大、
上届固定的台文刊物，30档以来，侪台文作家前后举因的笔，伫伊慷慨园地来过。台文通信继续台湾府城教会公布的传承，原在是这条台语文学宝贝的通路。好，以上。感谢陈老，读了真好。第三趴的部分吼，第二段，我感觉后壁迄个图点头前迄三个字哦，我感觉可能若是有加迄个轻声好，读起来较顺啦，就软出来安尼。第四段，就是你拄则读的是台湾府城教会公报，是无毋对，毋过伊顶悬写是古簿，我想应该是拍毋着字啊，教会古簿，毋知你讲啥，应该是教会公报啊吼，这部分。个上尾第四趴的上后壁算起来第二纸，原在是即条台语文学宝贝的通路。你即个敢若读一条，我想讲这应该是要读即条。以上是我听到的部分。敢搁有人听到其他的语词，感觉怪怪的，敢有？我想要问一个，就是上尾一拍上落来第四纸的部分啊，有一个慷慨的园地来过，这来过是啥物款的意思？敢有人知？因为雷残哦，查书底嘛是看，敢是雷残？伊迄是轻声符哦，应该爱轻声符哦，雷残的雷来过嘛，对吧？对嗯，嘛，可能是安尼无毋对，迄个地就是雷残的地款。对，我想应该是安尼。无你若照即个字来揣书顶是嘛是揣无是啥物款的意思？对，好，但是你好，感谢阿明，感谢陈老。就即句话，我是想讲，你若是规个该读煞了，吼，啥物前后举因的笔伫慷慨的园地来过，嘿，所以就是像拄则陈老讲的地产的迄款意思，甲来过去安尼。好，感谢陈老。替咱读后壁即两趴，安尼咱继续读第二篇。第二篇伊是有较特殊啦，伊毋是应该是讲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少年的，一个老的。伫咧即篇的中有一个共声，共声就是两个人爱做伙读。我想讲想要邀请两位朋友先来读迄个共声。头前的迄一大趴，一个讲少年的，一个读少年的，一个读迄个老的，嘿，敢有人想要来读？后壁阁有无清迈的朋友，若想要读嘛是会使哦。这篇有线顶，紧去找。嘿，我要先报，我要来报名咧。你要报名少年的还是老的？拢可以啊。哦。无，你来读少年的好啊。好。少年的第一头前即趴较短，因为是咧问迄个问题，后壁迄趴会较济。老的鸟豆，敢要阁试看觅？好。你讲鸟豆，你是讲我读老的尔，伊无讲我是老的哦。你读迄老的伫问话迄个好，安尼就请两位开始，就先读到迄个共声头前遐，小休喘一下安尼，好。共声头前遐伫倒，就是中央遐嘿，中有一个共声迄个部分。头前遐吼。嘿，对。
啊，共声是要两个人做伙读，还是共先声我来读，因为两个人做伙读，可能会听无啥清楚。好，好，来，感谢，好，安尼，来，两位开始，请。我先开始吼。好，好，第二八，咱为虾米要纪念？咱为虾米着爱来纪念52年前的228？为着生命的尊贵，咱要纪念，咱一人一人拢有爸母甲囝儿，拢有前途甲愿望，咱敢无爱设法来保护、来尊重？人死倒死啊！咱敢是着爱看头前，那着爱搁纪念228。为着倒来共同的记忆，咱要来纪念，咱一代一代拢有耳阁有喙，拢会晓记忆甲拍算。咱敢无爱为家己甲后代防止不幸的代志搁再发生？咱纪念228，敢毋是会加强族群分裂？为着国内的团结甲安全，咱要纪念受到飞弹威胁、共存来的一个一个，拢会同齐步，拢会同齐步，会同齐伫，拢会做伙活，做伙死。咱敢无爱无分你我来保守共即只船？咱纪念228，敢毋是会拍生囝带着一个新移民？为着早来暗来的居民的团结，咱要来纪念，无要定期，要征服台湾的外来军队，一摆搁一摆，拢是乌白掠人，乱死台人，拢是为着因荷兰、因日本、因中国来进中，要消灭咱的精英。若是要定居的新移民，拢是食台湾米、徛台湾地，较久就做台湾在地人。咱敢无爱相信？顶来，咱敢无爱相信？咱拢认同台湾，拢爱台湾。好，以上咱即马是即边先休喘一下。咱头前即大趴敢有啥物意思想要提出来讨论的？无，我无。无？好，领导敢有？无，无吼，啊无恁两个都继续啊，后壁遐共款就是少年的甲老的迄个角色共。咱两个敢若换一个？毋免换，因为即马后壁迄趴吼是老的在问，少年的在回答。哦，安尼好。好，请。咱纪念228，敢着爱逐个族群拢做伙来。为着逐个族群的和谐，咱要纪念，咱一族一族拢有语言甲文化，拢有人才甲本事，咱敢无爱互逐族发出光彩，发挥才能，建造咱的国土？若纪念228，你敢会晓悟是安怎？咱的少年人甲长辈讲话讲袂通？为着追回人类的本性甲台湾人的尊严，咱爱纪念228。伫白色恐怖的中国教育下面，阮一年一年，拢愈读愈袂晓爸母话，拢愈读愈掠准家己的人无水准。咱敢无爱摒死了解咱的爸母，咱的做人？若纪念228，你敢会了解是安怎对家己的所在遐尼无知识？为着检验社会的病因，恢复正常的教育，咱爱纪念228。伫反共大陆的骗局下面，一个一个考试考甲黄霜打命，本乡本土无半撇，外国的中国师弟学甲规牛车，咱敢无爱学习安怎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台湾人？敢无爱学习安怎做一个文明社会的现代公民？咱人伫国外，敢着爱来纪念台湾的228。为着世界和平甲公义，咱要来纪念。
文明国家一国一国，拢赞成和平甲人民自决，拢赞成民主甲公民投票。咱敢无爱追求文明人的愿望甲法度？这困去啊！无，嘿，读了足好诶，感谢两位替咱读即篇。拄则迄后壁第2趴诶部分，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有一个字无读呢，你敢有发现？有，即个字已经真爱哟，真久啊。因为我毋知影迄字要安怎读。敢是无底线？迄个？毋是，啊对，嘿，对。你敢会了解是安怎对家己诶所在遐尼无底线？伊迄有一字迄字苦嘛？嘿，对。啊，即字毋知是假出来，还是安怎拍毋着哩，还是安怎？毋知。嘿，我感觉是假出来啊，因为迄线顶嘛是共款有迄个字，所以我是感觉迄个字真正是假出来。你若真正要有一个字伫咧遐，我可能会讲会。你敢会了解是安怎对家己诶所在会遐尼无知识？嘿，就是若是要加字，就是会啦。伊第7条，嘿，啊若无迄个字真正是假，读起来怪怪。我查迄个汉字，逐个音拢感觉无啥对答呢。对啊，好，安就是假字。来感个一届感谢两位替咱读第2篇。咱今仔日2篇拢读煞，真紧诶，半点钟就拢读煞。大家敢有啥物就是对即2篇诶内容有想要讨论诶话题，会使提出来。我讲一个，迄个咱有一位朋友啊，伫咱 Space 下面有留话，有一个 question。伊写讲同齐，伊写迄个汉字，落去读嘛。伊写迄个汉字就是同齐啦。我咧回答落去读诶问题，我毋捌听过同齐呢，敢有人捌听过？我拢讲同齐啦，同齐是你抄出来台语是无诶安尼，所以甲落去读回答一个。好，来，落去读请讲。大家好，歹势我上班，所以我紧讲者，就是因为我拄仔听，毋知影是毋是鸟豆念，伊就是念诶时阵有顿定，尾仔伊是念迄个同齐，所以我就有一寡 confuse 安尼。安尼鸟豆，你敢若佫会记你读啥？就是会同齐谱，会同齐点迄拍嘛，对无？倒咧讲一拍对无？是。我其实是晓伊迄个谱啊，我其实是晓伊迄个谱，是。无伊咧讲迄个，你拄则讲同齐还是同齐啊？同齐嘛，对无？同齐。我听到诶嘛是同齐。对，同齐无毋对。对。好，谢谢。感谢落去读，即马伫上班，阁来甲阮支持安尼，感谢你。针对咱今仔日读诶文章，敢有想要提出来讨论呢？其实我感觉第2篇敢若是咧，我感觉若有要读诶人嘛是会当阁读一摆，换无共诶人读看觅。即个 idea 袂歹哦，敢有人想要来试看觅？还是这你要家己读？我一个人读哦，一个人读都无趣味啊。无，好啦，我来读迄个老诶好啊。想要读迄个少年诶，阿明袂使，你已经读过啊。我想讲关键，我想讲过报名一摆呢。好，因为即马拢无人出声，无你来好啊。我阁换少年诶哦，阁共款少年诶哦。好啦，我你换老诶，我换少年诶好啊。安尼我要开始啊。好。咱为虾米
就爱来纪念52年前的228。为着生命的尊贵，咱要纪念，咱一人一人拢有爸母甲囝儿，拢有前途甲愿望，咱敢无爱设法来保护、来尊重？人死就死啊，咱敢是着爱看头前，咱着爱搁纪念228。为着倒来共同的记忆，咱要来纪念，咱一代一代拢有耳阁有喙，拢会晓计划甲拍算。咱敢无爱为家己甲后代，防止不幸的代志搁再发生？咱纪念228，敢毋是会加强族群分裂？为着国内团结甲安全，咱要纪念受到飞弹威胁共存来的一个一个，拢会同齐浮，会同齐沉，拢会做伙活，做伙死。咱敢无爱无分你我，来保守共一只船？咱纪念228，敢毋是会拍生惊带入籍的新移民？为着早来暗来的移民的团结，咱要来纪念，无要定期，要征服台湾的外来军队，一摆搁一摆，拢是乌白掠人，乱死台人，拢是为着因荷兰、因日本、因中国来进中，要消灭咱的精英。若是要定期的新移民，拢是食台湾米、徛台湾地，较久就做台湾在地人。咱敢无爱相信，咱拢认同台湾，拢爱台湾。敢要搁继续？我看会使换人啊，等咯，有敢有方便？会使啊。吼，歹势，你来，为第二趴吼，嘿对，你来读迄个少年的好啊。少年。迄老老的就好，阿明继续。哦，好，好 ，OK。好，请。咱纪念228，敢着爱逐个族群拢做伙来。为着逐个族群的和谐，咱要纪念，咱一族一族拢有语言甲文化，拢有人才甲本事，咱敢无爱互逐族发出光彩，发挥才能，建造咱的国土？咱纪念228，你敢会晓悟？是安怎咱的少年人甲顶辈讲话讲袂通？为着追回人类的本性甲台湾人的尊严，咱爱纪念228。伫白色恐怖的中国教育下面，阮一年一年，拢越读越袂晓，越读越袂晓爸母话，拢越读越掠准家己的人无水准。咱敢无爱摒死，了解咱的爸母，咱的做人？咱纪念228，你敢会了解是安怎对家己的所在会遐尼无知识？为着检验社会病因，恢复正常的教育，咱爱纪念228。伫反攻大陆的骗局下面，一个一个考试考甲黄霜大命，本乡本土无半撇，外国的中国史，外国的中国史地学，外国的中国史地学甲规牛车，咱敢无爱学习安怎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台湾人？敢无爱学习安怎做一个文明社会的现代公民？咱人伫国外，敢着爱来纪念台湾的228？为着世界和平甲公义，咱要来纪念。文明国家一国一国，拢赞成和平甲人民自决，拢赞成民主甲公民投票。咱敢无爱追求文明人的愿望甲法度？好，以上。感谢。
好，感谢两位，替咱读第2趴。毋过要甲单独掠包呢？你迄少年的第2趴的部分吼，第3章甲第4章，我是会读，拢愈读愈袂晓爸母话，拢愈读愈抓准家己的人无水准，迄个字我会读愈啦。这个所在我要甲单独补充一下，拄则单独是读迄个阅嘛，对无？对，拢阅读，迄日读阅第8条嘛是 OK 无问题。哦，安尼是，吼，是伫迄个大日大书店有收，所以若要讲阅读阅袂晓爸母话，阅读阅掠准家己的人无水准是 OK 无问题。好，以上感谢阿明的补充。安尼好，这篇已经读2遍啊。想讲大家有啥物感想的，想要提出来讨论的，还是有啥物意见？咱这话题拢无限制，拢会使讲。阿明，你是毋是要讲话？我是有一个想法，因为今日拄好是即个228和平纪念日嘛，伫咧网络顶悬拢看到真侪啥物咧庆祝228啦，啥物欢庆228啦，即款我感觉毋知影是因对历史是毋捌，还是安怎？这我毋知啦。不过就是讲228这代志，我感觉会当用一种方式，就是可比讲咱知影讲二战的纪念伫个西方国家逐年拢有即款像纪念二战的即个仪式的即个活动。会做一寡热爱的爱岛的活动安尼，所以讲我想讲因为我毋知影世界各国的状况是安怎，毋过应该是全国性的一个纪念的活动。我想讲咱台湾是毋是嘛会用讲毋是讲干若当做家己把当做一个大家。就是要做佚佗放假的日子安尼，嘛会当来做一个全国性的热爱的即个活动安尼。我想若有伫国外的，敢会当讲一下像二战的纪念的活动是啥物款的状况安尼？想要了解者，想讲咱台湾的228，嘛会当照即个方式，无定着讲一定着爱放假安尼。以上。其实吼，因为有放假，所以大家都拢想伫放假，都无去想着讲即个日子伊的意义是啥。我会使分享一个阮荷兰即边嘛是有类似的迄款甲二战有关系的日子，就是每一年的我册是迄个叫做啥？我常常袂晓讲台语，就是要纪念伫咧二战期间的受难者，就是失去性命的人，是伫咧迄天暗时8点，伫咧阿姆斯特丹有一个仪式，就是因为荷兰即摆是国王嘛，国王会带所有的官员伫咧遐默哀1分钟。迄个仪式就是足严肃的，就是迄是全国性的，就是暗时8点开始。这电视拢有转播，逐年拢共款。除了这以外，伫咧所有的城市，毋管大大小小，因拢有家己的活动，拢是暗时8点开始。会转播的，就是伫咧阿姆斯特丹迄个国王的迄个活动遐。默哀1分钟了后，就是会有人每一年拢会有人替即个活动写一个稿，还是讲写一首诗，
会伫遐读出来安尼，互全国诶人去听。啊，即个仪式无讲真久，可能10几分钟、20分钟就，可能无超过半点钟啦，嘿。啊，一切都是就恢复正常。啊5月初5就是过灯工，就是 Liberation Day，就是解放啊自由诶日子。啊，迄天就是 party，嘿。啊，你讲是毋是有放假？5月初是无诶，就是迄天就是纪念。啊，若5月初5，迄天是放假是敢若公务人员，啊，阁有学生有放假，啊，一般诶私人诶企业拢无放假。嘿，啊，迄天就真正因为解放嘛，自由啊，所以迄天是 party time。所以阮荷兰即边是安尼伫咧纪念二战期间诶受难者，是即款方式啦。啊，我是感觉安尼可能会较好，因为至少这是全国性诶活动，啊，每一个人拢会使伫咧迄暗时8点，伫咧电视拍开就看到迄个转播，对啊。所以我感觉这安尼可能比放假搁较有意义啦。我知影讲，之前台湾迄228讲要放假嘛是伫咧立法院内吵来吵去，啊落尾无偌久，讲是毋是要无爱放假嘛是有伫咧讨论，啊毋过拢是无结果诶，目前就是有放假啊，因为即马逐个拢讲家己诶话啦，有诶是讲啥物即款逐年拢咧讲共款诶话，听啊足野善诶啊。啊，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受难者迄边诶人会讲无真相都无原谅即款诶话，所以其实咱国内一直拢无一个共识，嘿，伫即方面，这是我诶想法啦，所以伫咧荷兰就是讲，咧纪念即个二战诶仪式，啊，伊就是全国性诶，暗时8点。啊，虽然讲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诶活动，啊，毋过就是统一伫暗时9点做一个8点，默哀，做一个默哀1分钟诶即个仪式就对。对。哦，所以我想讲，我诶想法是安尼啦，想讲啊，就是228是咱台湾诶一个真沉重诶一天嘛吼。啊，过来就是讲，是毋是会当统一一个时间来做即款诶仪式，安尼，毋是讲干若要放假出去佚佗安尼尔，对吧？对啊，即马看到迄款类似诶迄文章，我拢看啊足烦诶。对啊，逐个拢讲要出去倒位佚佗啊，嘿啊，因为今年搁连续放4天，4个拢咧塞车，嘿，因为倒位迄订房足贵诶。啊，毋过这伫咧有一寡人诶目睭内就感觉足插目诶，因为这到底是啥物款诶问题？就是讲是毋是因为有放假诶关系，所以逐个都已经无去想讲即个日子伊背后诶意义是啥？就是讲失去焦点，是毋是安尼？啊，我咧想讲，伊会去放假，就表示伊是毋是普通啦？普通啊，咱会放假就是可能是较欢喜诶日子，是毋是较会去放假？嘿，伫对。咧欧洲敢是安尼啊？对啊，就是像我拄则讲诶，迄个解放日才有放假，因为迄是欢喜诶日子嘛，因为就是自由啊，就是迄个德国已经战败嘛，所以迄天应该是讲是欢喜诶胜利诶日子，所以就是有放假。虽然讲毋是讲全国性诶啦，就是敢若公务人员甲学生仔尔。对啊，毋过迄个感觉就是无共，因为迄天我会记得逐年诶5月初5，阮即边诶拢有迄款 live music 迄款 party，拢足济，对，因为迄是一个庆祝诶日子。啊，毋过前一天就是伫咧悼念二战期间诶受难者，所以迄是无啥物庆祝诶活动诶拢无，因为迄天是伤心诶日子。所以是无可能有啥物庆祝活动，若是真正有啥物庆祝活动，通拍死，伤过白目啊！啊，毋知咱在座诶对有啥物想法？
还是讲恁今仔日有去参加啥物活动，想要分享诶？我来分享一下好啊。好，请今讲。今仔日去参加迄个台北诶游行嘛，我算工作人员诶迄个其中一个迄个蔡水员部都下家去甲因斗相共嘛，就自早起6点外就出门，一直舞到拄则才转来。要安怎讲呢？就是其实我感觉礼拜游行应该是爱像即种游行啦，就是拢伫即一天大家会当来办即种游行，还是任何的一种纪念会也好，还是我感觉会当无共所在，还是讲无共的团体会当办无共的活动。毋过基本上就是大家拢来去纪念即件代志，还是讲去讨论即件代志啦。为虾米咱台湾会有即种足扭曲的迄个现象？就是哇，日放假出去耍。其实我感觉真简单，就是运动完全是无共的，而且是会有排斥性的运动。我感觉其实吼，这个问题应该是咱即前的政府真正是爱处理啦，完全靠民间是有影足歹处理。你看台北的这个礼拜游行已经几啊冬啊，到即摆还阁是安尼，就是中国国民党还是讲认同中国的文化，还是讲中国文化的历史的观点的遐个人，伊嘛是咧讲伊228啦，毋过因的228完全是甲咱若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228。而且迄个毋是讲因家己想家己讲家己对哦，就是迄是透过解严进前的政府，蒋经国政府伊是调工要创即项物件，就是所谓的伊创作一个新的无共的版本的228事件，而且伊用国家机器去制造一个社会的解说，政府的解说的迄个角度去宣传，伫规个台湾宣传。伊安尼做就是互台湾人真正遐受害，而且是知影发生啥物代志的台湾人，搁较无法度讲话。互遐个认同中国的，就是根本就无要插销你台湾人死活的人，因为有搁较侪空间会当去讲228事件，甚至是会当讲228迄个过去，也无我的地带啊。伊真正即件代志，就是讲，还是讲伊蒋经国政府因做即项代志，其实就是要保护因遐个中国人。讲较白就是安尼啊。所以迄个影响有影足大的。影响有影足大的，所以就算讲是咱有迄个张严宪、张延宪教授，甲尾仔阁有迄个陈怡清教授，因遮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学者，做遐尔济的即个228事件的研究，甲写遮济册，抑阁足歹去安怎讲去编因的以早做的遮个代志，而且中国国民党因遐有一个学者叫啥物伍兹章呢？伊迄个啥，伊阁伫228国家纪念馆内底办因的迄个讲迄个228事件的角度的迄种检讨会啦。迄讲真正是，甲你听伊讲迄种话，讲你这敢是人？你根本就黑白讲啊，讲白贼啊！伊嘛敢讲啊，敢办228的纪念馆内底啊。我感觉这真正是伫台湾的即前的政府一定爱摕到即前的权利了，一定爱做代志，而且迄是上主要的代志。因为伊若无解决即个问题，伊若无互台湾人正确的迄个历史的事件，我讲的正确，毋是讲迄种，就是一定爱统一的迄种讲法。毋过你袂使互迄种讲白贼的，过去威权政府所制造的迄种假的历史，你袂使互伊继续搁传。这真正是爱做的代志。若无咱永远无可能
无可能得到咱所要爱的，就是你甲规个台湾人，就是拢了解会当讨论，而且是安怎讲去真正是去笑念过去228事件甲白色恐怖死去的人嘛。若是一直拢有迄种假的迄种历史的讲法，安尼你到底是要安怎互台湾人建立一个共同的一个讲这是咱共同的迄个空喙共同的历史，这完全是无可能啊！我今日的迄个去游行的迄种心情，真正有影是安尼。就是我甚至是讲，就是迄个伫迄个啥伫演讲，咱伫行到迄个行政院头前，迄当阵就是为行政院头前诶单位遐诶军队，就是对台湾人扫射嘛。伫遐咧演讲诶时阵，我已经就是你好啊，你迄个啥讲华语，我嘛无要紧啊。你就是我嘛是听你讲，就是我就莫去想华语我无想要听，怀你就是好啊，就是感觉讲，咱若是做伙来笑聊，你要讲啥物语言，我拢会使啦。毋过就是若想到蒋万安因迄落，就是伫咱阮伫迄个行政院头前嘛，伊伫迄个228公园，其实嘛无差介远啦，就是伊伫遐讲迄种话，恁今日毋知恁敢有看新闻？伊有讲啥物我最近他用中国话了，就是他说我最近透过台北市文化局了解228事件，干。讲啊小啊，228事件敢就需要你最近才透过台北市文化局甲你教，对无？讲即种啥物垃圾话啊！你迄个啥马英九我讲啥物？我已经对他说我已经对228事件道歉30几次啊！讲话你要怎样我随便你，就是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这是他可以决定。看。我感觉就是这两个人真正是来侮辱咱台湾人呢。这两个人伫228这天主持228的纪念会，讲这种笑话，我感觉就是咱的政府真正是需要去处理这件代志，毋过有影是拢无啥咧处理啊。我会当理解讲。蔡英文，也是讲民进党政府，其实因执政了，因就是较安全、较保守的物件，就是甲经济用好。毋过，恁若无去处理即个所谓的历史的观点的，安怎讲整理甲迄个毋是真的，也是讲调工，其实政府内底一定是拢有资料，就是啥物是过去威权政府留落来，因透过国家的政策，也是讲内部的一寡命令去。叫遐个所谓的文人做的迄个假的历史的物件，你爱甲变过来啊！你爱甲内底遐黑暗物件掀开嘛！你若无做这样代志，咱台湾人到底啥物时阵才会当知影咱真正的历史，得到咱真正的正义？那一直拢安尼无可能，是安怎？我甲我的机台放伫你民进党身躯顶，到底我要等到当时，我要等到我即演呢，已经是戒严尾期的出世的，我要等到我死去，我也等袂着嘛？安尼我搁爱痛苦50冬呢，对无？我安尼我甲我的机台放伫你民进党身躯顶，我到底在创啥？我感觉真正是会有迄种足毋甘的迄种足袂爽的心情啊！简单讲较白就是足袂爽啊！靠伊安尼。嘿啊，真正啦！我是感觉讲就像我2月25号迄天迄个线顶的纪念会，迄个宣言，迄篇宣言是我写的啦，就是因为找无人会当写，所以我干那家己写。上尾一句就是讲，若咱的台湾社会转型正义，甲所谓的社会公义无法度得到落实，咱的反抗是绝对袂停止的啦。若是一直拢安尼，无要做，嘿。你敢有方便踮遮分享你迄篇文章？你讲，文章你讲迄个线顶迄个你讲你迄是你写的嘛？系啊。敢会真长？敢莫1点钟才读个煞？袂。好。你敢有方便读
读一遍互咱即马在座诶朋友听。好啊好啊，好，写了无讲介好啦，毋过就是，无要紧，嘿无要紧。好，请。好，咱来哦。好，我来读吼。1947年迄一冬，是咱遮做一个台湾人共同的苦难记忆。228是咱台湾人伫防压迫甲糟蹋甲紧绷了，起身反抗的历史空喙。因为连续10年的艰苦，互咱知影要爱做人，较赢做四骹仔精生。因为互看无甲白色，致使咱想要爱追求公平甲正义，嘛是因为咱追求理想社会甲治理，才互威权者甲咱吓惊甲屠杀。228毋若是台湾人吞忍、暗夜目屎滴的过去。228是台湾人起身反抗的印记，是咱毋愿国软正做奴才的清醒时机，也是咱台湾人时代先进合作反抗、激头壳计划，为着实践理想，拍拼走撞，撒谎欺骗、创空、无差别屠杀的性命痛疼。去年的228宣言，咱爱政府重视外来政权对本土语言甲文化的迫害，要求落实语言平等甲文化转型正义的政策。咱的主张第一，过去外来政权的语言文化屠杀已经造成台湾各族语文化传承的危机，需要马上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语言平等的精神。第二，要求台湾政府推动语言文化转型正义政策，提悬推行台湾台语的预算，甲其他母语平等。第三，阮愿意对本身做起，伫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公开正式的场所，尽心尽力使用族语。今年76冬啊，咱还阁会记得1947 228。毋过，下令屠杀的凶手，还有人在甲拜，煞阁有人假做屠杀者的继承人，延伸伊的政治影响，甲台湾人迫害的政权三骹仔，犹原要主动消灭台湾人族群文化起造，国家建立的道路，若咱台湾的正义甲公义无法度落实甲执行，咱袂停止反抗的意志甲行动。嘿，我迄篇就是写到安尼。嘿啊，就是。感谢你的分享，真写得真好诶。感谢，来，请讲。好，我分享到遮，讲伤久，歹势。袂啦，吼，其实拄则单独讲诶，遐分享诶遐内容，我是想讲，所有诶纷扰扰，应该拢是甲4个字有关系啦，转型正义啊，敢毋是？因为到即马，就是迄个姓蒋诶，佫一直。莫讲别个所在，中正庙你是倒咧要拆外拆，这是一个真大诶问题啊！啊，你讲咱后壁诶人，莫讲别人，讲我家己好啊。我毋捌经历过228白色恐怖，啊，我嘛毋是受害者诶家属，我拢毋是。啊，毋过我会去尊重即个日子，尊重即个事件，啊是安怎？愈来愈侪少年人。拢无家己当做是一回事，就是转型正义啊，对无？你莫讲遐尼久诶代志，林义雄先生因兜诶迄个案件，到即马凶手找着未？这有较紧哦，嘛是无嘛。好，安尼佫讲旧年发生诶代志，迄个新北市迄个恩案诶代志，是毋是共款？主事者拢无愿意甲真相讲出来。坦白互所有人知影，所以才会互做时代诶足毋甘愿，伊只是来一个真相。啊，对遐228诶受难诶家属来讲，因想要爱诶嘛是一个真相，一个公平诶对待尔，是安怎安尼拢做袂到？啊，到底是啥物原因？我是感觉
大家会使去思考一下啦，是讲，咱是嘛是爱悲伤，毋过悲伤了后，嘛是爱想讲要安怎做，才会使互咱台湾的转型正义会当真正去实现。我感觉这较重要。对，以上是我的分享。敢阁有朋友想要分享伊的看法咧？敢有？歹势，我感冒还袂好，迄声就歹听，已经着2礼拜啊。好，安尼若无，我就咱今仔日读册会就先到遮结束。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咱今仔日的讨论真精彩，嘛感谢读册朋友。咱即个读册会是每2个礼拜的拜二暗9点半会举办，所以咱后一回线顶是3月14号。若是有闲的朋友，嘛会使来参加。若今仔日头一集你有啥物想法、啥物看法，拢会使留话互阮看。阮会尽量去改进啦，因为头一回举办可能有啥物无一定讲足完美的，一定有啥物无讲介好的所在。若有啥物需要改进的，嘛会使甲阮讲。好，安尼今仔日感谢大家的参与，咱2礼拜后拜二暗9点半再相会，大家安安，拜拜。安安，拜拜。拜拜。